快乐与好运总是相伴而行。当一个人充满正能量时，周围的磁场也会随之改变，进而吸引更多的美好事物进入生活。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好运，而好运的关键往往来自于内心的快乐程度。当一个人快乐时，他的心境开阔，行动更加自信，这种正向的能量便会吸引周围的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每天对自己说几句夸赞的话，这并非自恋，而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肯定。当我们学会欣赏自己的优点，并不断地给予自己鼓励时，便会发现一个更加优秀的自己正在慢慢展现。世界往往会回应我们内心的声音。当我们相信自己够好、够强大、够幸运时，这些美好的能量就会变得更加强大。而这种信念不仅仅是对内心的鼓励，更是一种能够改变现实的强大力量。当我们习惯于每天夸奖自己，便会逐渐形成一种积极的思维模式，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和选择。做任何事情时，保持放松的状态往往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好结果。压力过大或过度焦虑容易影响判断，使人陷入紧张的氛围中，从而让事情的发展变得不顺利。而当我们用轻松的心态去面对挑战时，思维更加灵活，创造力更强，运气自然也会变得更好。事实上，很多成功人士都强调心态的重要性，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刻选择深呼吸，放松自己，然后用最自然的方式去解决问题。这样的做法不仅能够让结果更好，也能让过程变得更加愉快。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，我们无法也不应该试图去改变别人，尊重他人的选择，学会欣赏每个人的独特之处，这样才能让人际关系更加和谐。当我们停止对别人的过度干涉，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身成长时，人生的道路便会变得更加顺畅。许多时候，我们试图改变别人，只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活不够满意。而当我们开始专注于自己的进步与提升时，就会发现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未来的事情尚未发生，过度担忧毫无意义。当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，珍惜眼前的生活时，好运便会悄然降临。许多人习惯于为未知的事情担忧，结果却让自己陷入不必要的焦虑之中。事实上，未来的事情总是充满变数，与其忧心忡忡，不如好好过好当下的每一天。我们可以制定计划，为未来做准备，但同时也应该学会享受当下，因为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当下的每一刻。有时候，事情并不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。当面对无法掌控的情况时，最好的做法便是顺其自然，相信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，学会接受当下的一切，这样才能够以更加平和的心态迎接生活中的种种变化。许多时候，看似不顺的事情，最终却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。我们应该学会相信宇宙的安排，相信所有的经历都是为了让我们成长。每个人都会犯错，重要的是从中学习，而不是沉溺于自责之中。当我们犯错时，应该勇敢地承认并吸取教训，而后选择释怀与放下。过度纠结于过去的错误，只会让自己无法前行，而能够坦然接受错误并从中成长的人，往往能够迎来更好的机遇。错误本身并不可怕，真正可怕的是因为害怕犯错而不敢行动。勇敢地面对错误，才能真正成长。人生中发生的一切，无论结果如何，都对我们有所注意。即便是那些看似不如意的事情，往往也能带来宝贵的经验，让我们变得更成熟、更坚强。当我们学会用正面的角度去看待所有的经历时，便能够发现，每一次的挑战其实都是成长的契机。当我们开始相信，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其意义时，生活便会变得更加顺遂。当快乐成为习惯，好运便会接踵而至。这些简单的道理看似平凡，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。当我们学会调整心态，保持积极的生活态度，并坚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时，人生的每一步都会变得更加顺遂而美好。与其等待好运的降临，不如从今天开始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快乐，因为快乐本身就是吸引好运的最佳方式。